再来看金管会主委彭金良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，会分4阶段来管理虚拟资产业，按算今年12月底就来提出相关的草案。最近嘛来开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。虚拟资产暗藏犯罪洗钱、投资诈骗纠纷的代志也常常听到。为防止虚拟资产甲交易业务专业 VASP 假造诈骗的工具，金管会主委彭金良早起伫立法院表示，伫国际出世各用洗钱防治做基础之下，分4阶段，到达立管虚拟资产业，按算今年12月底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。目前已经完成法遵声明之 VASP 共25家，形态包括交易所、买卖平台、实体店面、虚拟资产自动柜员机及托管系统商等。彭金良表示，虚拟资产交易有无用名、跨境加卡牌对踪的性质，较会加做诈骗的活动。各国开始加强监管。不过，境外八商虚拟货币交易所透过网络跨国交易真歹管理，而且即马有2万多种的虚拟货币，金管会要安怎伫歹徒、代购者方面进行立管，也引起立委的关注。不一定要在跟台湾的币商买啊，我可以上网全世界哪里去弄。假设我们的金流流到海外去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国外的这些政府机关做一个合作？这个确实是国际上应该要加强努力。比如说，我们希望透过未来国际组织一起来参与这个问题，看怎么解决。虚拟货币现在有22000多种，而虚拟资产是一个还在演进中的概念，还有包括它很多技术上，比如说任何人他都可以发一个币。但是它有没有价值，这要市场来认定。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诈骗集团，它可以用来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挑战。彭金良表示，伫今年1月，委外研究团队对 VASP 管理专法进行研究，按算到月底提供期末报告草稿，12月底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。后续也将办理法规的预告公听会，佮依照各界意见进行调整修正。明年6月进前，会将这专法草案报行政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